邊好多空位你可以畫靚佢。每條大街小巷，每個人的嘴裡，見面第一句話就是恭喜恭喜，恭喜恭喜恭喜你呀，恭喜恭喜恭喜你。你知唔知我哋坪洲咧，每一年大約暑假期間咧，會有舞獅嘅活動㗎？以前做落嚟嗰啲港菜，即係廣東傳落嚟都有港菜。哦，廣東傳落嚟嘅叫港菜哦。好耐之前係一間戲院嚟嘅，樓上係放映室啦，呢度咧其實就係賣戲嘅地方。佢呢套戲咧叫戲棚。如果呢個棚係應該拍得最貴啊！一個好簡單嘅視頻嘅啫，就係點樣將佢夾埋一齊咧？可以摸下係啊！最細嘅仔嚟喎，俾啲配埋個雨傘，仙女下凡，後邊就係、好一哇！佢哋着啲華服咧，同我哋中國人一樣咁靚。冇錯。哇！好有型啊！影張相，笑一笑。感謝主在眾，感謝主，感謝主，感謝。